梅兰梅兰我爱你哦，好。梅兰梅兰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哎，那明后就来先喽，哦，呛线。好，哎，这还百心嘿啊。对。呀，一米两哎，你要说你是谁，然后什么时候出生？太长了，剪掉。哎，你看今天我爱呛呀，心 Q。因为只有一个。哦，掌上明珠。哦，要用冲落去啊，拉扯，拉那偏中求为福啊，花椒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多加一些油啊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你别看我上节目，加买新三本加新主导。这还你买的啊？这是造型师，只有志龙师傅可以超越阿芳。哇，完全挑战战啊！谢谢小戴师傅在我旁边帮我协助了，一路走来有他的扶持会。你们两个为什么要脸？我讲到有点掉眼泪。这是公开告白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選創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太壯把票。今日來到我嘅故鄉苗栗，你會發現到喎，特別苗栗市啊，特別。台灣人家會想講，苗栗咯，18個鄉鎮，上到太湖，上到赤埔嘅12，上到團橋啊，各個所在有7家嘅旅遊景點。苗栗市有嘛嘅？我老講，就係本人最鬧嘅所在，唔對嗎？很難減肥呢，因為大白佬嘅時節咯，又係嘛嘅湯啊，又係嘛嘅米粉啊、炒麵啊，哎呦，很難拒絕飲食誒。冇唔錯，都苗栗市啊，特別嘅經驗最有名嘅就係講美食。嗰陣呢，老茶也挺好食了，去到那行都前面都不會有踩到雷電的機會。怎麼會這樣子呢？因為苗栗就是一個出產美食跟美人的地方。好，今日來賓嘟好味嘅時沙醬蛇妹。對，好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阿志亮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志亮。兩個好，大家來分享到係大范鑫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大范鑫。小戴師傅好。馬上來分享到嘅係風吹嘅潛水站，佢係來自公館嘅兩位表姊妹哦。分享到嘅係小玲姐、燕藕姐。歡迎，大家好。哇，哎，這個辮子好可愛哦。對，而且小玲姐出場速度像開高鐵耶，太夯唔動家呢哈。平常時要搞個健走比賽。係啊，鐵散呢？哦，好，咱們隨地一片後，強調係醬蛇妹，記得係來自苗栗世界婆媳檔梅蘭浪風平街。榮上發揚。美蘭姐，你上龍凍熟面呢？天天吃阿蓋，有你愛用功嗎？啊有你愛用功？有，好像哦。他真的有吃。好，現在我們看啦，兩位姐姐來自公館參嘛？對，公館有推薦嘛？個好高好食好料的嘛？其實我們都哈，非常嘅公館上嘅同遊世界，都係適合去爬山嘅。啊，安埔頭咧，叫從日本那個北海道嘅講嘅百萬韓館嘅同樣。哦，雅景尤其喺俺苗栗市嘅新東大橋喺點用以後，一看到哈個高速公路，還有一個70米線，一看得去哈兩條龍金就對啦，係東江金當當嘅東江。好，咱擺咗來去看，嗱有安江嘅好蔬菜，啊不過還有一個米線，咩到公館就行不卡買蚵仔米線。你係點挑㗎？面線，還有。牛肉麵、愛過來牛肉麵，香港都公館十分有名。正經日南水姐姐接上來攞去搞過。對，係肉熟食哎。哎，對。你學的？嘿，熟食我會去攞去搞館。哦。哦，基隆沙因為老你係強項，苗栗市。然後推薦的這家店啊，定咱們去探講。這家好吃哎！我今年花智張醫生，我真的覺得好吃。一元小吃。為什麼按到該1元小吃？要問老闆了。可能有根據的吧。對，還有便宜。它因為它很便宜啊，便宜又實在，而且它開了32年呢。哦。而且可以正經懂豆飲哦。對。它是會非常飲醬飲都，就是反正就是你基本上還很難定位。哦。基本上苗栗咯，個個蔬菜買的米色都係真材實料的。睇次間呢都做得來啊，特別係吃看啊。當然有個同遊世界咩檔推薦睇次間，你石頭是苗栗，安埔頭有苗栗，馬上來進行第一關嘅挑戰。
做下丢起来。凉脆要用粗排嘅方式，熱添菜色嘅調味老食材，撒定我哋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自天嘅料理。真係涼脆會丟出物嘅想唔到嘅好明星呢！最精彩、最神奇嘅比賽，廿時就開始咧！好第一關呢，你要看下到做下地度，可能馬菜色落去丟搶下去啦。哦，梁祖先會派出一位代表。好，先派出代表。理解。梅蘭梅蘭我愛你哦。梅蘭梅蘭我愛你，我也愛你。哎，成長了啊！哦，電動沙條布，電動沙條布，電動沙條布。哇，真的有愛他，真的有。哦，來，咱先來選，來。感應一下，你也要感應的，感應。他品傑沒有感應，我也要感應是嗎？對對對，好，可以了，那我就可以選。用色就投一個啦。係啊，一種色選一個。好，好來，先來看一下米西好誒。好，來品傑一下到 V 嘅米西係乜嘅咧？塔香。塔哎呦，香。其實他好。P 出係乜嘅咧？橙色。想真味，好像可以。主色出係乜嘅？這個很關鍵哦。關鍵是到底是吃素還是吃荤就決定。哎呀，錯，好，來看一下主食菜。大概。豬里脊，做得啦，做得，可以。凍河蟹咯。好，來，來，紅吹來，我不應該看到啊，哈，剛剛扣住來先咯，好搶先。好，哎，剛才百勳係啊。對。呀，一米呀，你要說你是誰，然後什麼時候出生？太長了，剪掉。好，就這個。我不應該看到。好，百勳以後咁就正常，來看一下。好，紅色。哎，天貝很讚哎。可是凍難處理哦。會好不好？看一下醬色。皇帝豆才比較稍微難。對。好，咁個蔥油係乜嘅？蕎麥風色。麻婆，做對啦，睇下都先好誒哈，應該冇問題。先問看下風吹，一天呢就下定決心好了，做一下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啊！加油！會串串上個安排啊！你們我老nhìn下眼㗎。P 都先拿出來。係。哦，冷水總在秀音哦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哇，加油！等一下又出示填詢案，60秒時間做內容。哦，真的哦。好，馬上就有進下踢館嘅挑戰。天白就做過天貝嗎？芒色，第一版。哎，這個是算第一版。有談過是超級食物嗎？哎，有賣黑馬該，它算是蠻營養的。它的評價非常的高。民眾的價值啦。哦，看一下，一全部就會黃體味哦，要很高的蛋白質。對，黃豆一發酵誒。哎，全部用甜唔怕。有些沖納豆用沒納豆啊，那個。來按酸啦哈，也個哈先攞來用油炸的方式，然後佢炸完以後哈，過愛將葉片上啊，就來從先炒一個麻婆，那個哎什麼花椒，對，過當來炒一個牛肉，炒完以後哈，將一個那個嘞黃地豆哈，黃地豆放落去，好，清好不？一起鍋加下落，將那種喺度當落加落去安尼，我個上白安尼，唔怕，白嘅安尼。冇問題啊，我講，因為試嘅鹹水炸嗬，超唔易嘅，做過調羹肉。但是我邊嘛是做過也用菜呢。唔怕，調羹肉就會乜嘢都會做啊。係啊。啊，這我有隻問題吼，因為兩頭出來種麻婆，那看起來食材哦，唯一做得其他就給豆腐的就是天貝，我你吃到安食困。那個絞肉也是細的啊，對不對？下去哈，我那黃蹄條用㗎啥？黃蹄條就本去做黃蹄條太厲吧？對呀，人家都沒有做黃蹄，那就是小弟啦，對不對？但是我記得那件是用這種那個天貝拿來泡過去還有凍香，凍香啊！來，它那個豆香味我完全吃到。來，小心哦哈，溫度就辣哈。有啦，有吃過。你懂不會煮的啦，你放心啊。現在這個天貝哈，雖然是第一次玩哈，但是你看它炸出來的這個豆香，還蠻不錯的呢。真嘅。差不多了。很安那一個
这个厉害，哎，其实这少少的是可以用勺子啊，没关系，那个少它是直接过滤下去。小心你的手。我样。哎呦，好多洞好看。哦，那有很夾，人家就執多做下都煮菜唔會講啦。哦，不會講。對啊，對。哎呀，給蒜頭他走了，先了。哎，我們先不要打擾他們。好，過濾嘅你睇下，先瞟一下。好。你睇過多進來哈。好。他過濾可能就超好嘅。哎，好。超級塑膠當家。係啊。哇！蘭姐、品杰，哎，我要講一下，因為我剛才私底下跟他們聊天。來啦，唔講，因為呢，品杰和老家家娘嘅感情十分好，像6期末耶，他說啊，以老家家娘係一國的，他先生自己一國。啊，对的。他在家里這麼沒地位啊？不是，是我們兩個的私下的秘密。黑馬跟避免。是我剛才講出來的。他是我們兩個是，我的意思是說，如果我跟我老公吵架的時候，媽媽是站我這一邊的。然後講好嘅啊，講好嘅。真的很好哎。你看今天我愛上你心 Q， 因為只有一個。哦，掌上明珠。兩位姐姐們，我們這邊也有廚師，對不對？對呀。瑪莎。矮呀，英雄動我想要隱藏一下，低調，我不隱地低調一些的，對。你可以賣嘛該嘞？我以前賣快炒啊，快炒兩隻動，但是冇問題嘅啊。醃過，對，嘿啊。有東西要醃啊，像這種小碗醃，這樣，對。所以該用西口的，該用快炒店的時間就結婚了嘛。那時候我就是跟先生一起開啊。你是不是去吃快炒？創業，對。但是先生是主廚，我只是配菜而已。快錢，會計啦。兼洗碗。剛剛有講說快炒店哦，台積係人家老公會負責煮菜。對。那你自己有偷學一點嗎？基本上就是簡單的啦。簡單的就。豆腐卡係瑪莎煮。一樣是先生。錄個調酒讓米酒甜甜哦。對，我現在有一點米酒跟醬油了。那你會放你選購裡啊，因為我用嘛。那我過來我就用那個。好，你就打電話給我們哦。哦，要衝落去啊？唔得，要夾香蕉嘅腐啊，花椒。那現在怎麼辦呢？多加一些油啊。加油！加油！哇！聽到草莓先尖叫。用廚師天數愛嘛？好像不是呢。哎，你要講法則用來處理啊？等一下要炒啦，我怕是說，等一下花椒也是要炒過。你要不要嗆死不天數？哦呀，一共都按省型吼，都按你啦。對啊，按你啦。好，廚師天數愛，預備起。廚師天數愛。好，我先慢音。我先吼，朱老爺，我妹妹吼給。超強嘅呀吼，啲中醫啊，中醫啊，我先下摸要價值嚟，摸要做到做牙死龍嘅。他也結婚，他也結婚。好，他死哈。我哋電視開始。哦，也給把酒油嘅部分。對，這是關鍵。麻婆的麻就在這裡了。對。幹嘛？豆瓣醬。豆瓣醬先炒。好，跟人家放留油。要油哈，就少了。煉花椒油哈。哦，要衝落去啊？唔得水。唔得。要夾香蕉嘅腐啊，花椒。那現在怎麼辦呢？多加一些油啊。加油！是95還是98的？哇，對了。要炒比香啦，要等下呀。呢個去，得倒油，先我放起來時油得下油哈。好。啊，加一些糖。不用切炒，對。你被那個姐姐教我的。你講對。他在面試廚師，你看不出來哦。係嘛？米酒。對。哦，時間差不多會到了哦。到算哦。30。讓我吃一下米醬啊，冇吃哦。好。2、1米啊。好。他就買我講嗎？我咧。一千條粉嘢花椒油得下魚咗嘅，唔俾我試水落去，入到去攪攪，安尼做咧。好。
OK。跟你可以把这摸落去哦。把这摸落去啊！要这个要拿起来，要把它。给大家落去时也要再到下一步对了哈。知道。好 ，OK。好，攻守交换。当然花椒油要停后再煸哈。停了不？要过滤，要给过滤。哎呀，要煸好得住。皇帝豆落去以后再过滤。花椒是麻辣，辣椒是辣啦。对。所以你说椒麻那种，就是要辣椒跟那个花椒下去这样。先麻再辣。真的有像在面试。没有。有听懂哈？有上课。那个下个月等通知。好。好了，刚也差不多嘞。吃一下米西跟拉行嘛。好，爱丁。好，按这些。哦，两片拍个卡鱼来嘞。哦。来，处时天数哎，用手去向他讲哦。来，预备备起。处时天数哎。你要先吗？对啊。现在。好来，他选你。来，小戴师傅。用还蛮用用当标题啊。意思回字。对。你有挑米吗？还吗？还没。挑米还忙。只有先入口你又停啊。我们是塔香哦。对。哦，还有尬通哦。一点点。一样。好。还有胡先生。表演对，胡先生。所以依家係問題講嘅刺身插啊，要獨個柔，也係歸類落去。切的吧，切過了，我切了。这个悠会变那个要切是吗？打抛。我们要不要留一朵放上面？底下做唔得天同，那度嘅炒做唔得天同。哦，那你不要看。不行哦，会切走哎。我切不行。妈呀，也打。3、2、1，时间到。试一下梅頭，等下唱叫上下去。哦，这样子，好。这个里脊肉很容易老哦，所以要对要所以你要注意那个火候。又嫩哈。可以。好，可以掉落去。青椒也可以放下去了。好。那个佛耳可以吗？哇，用起就出来嘞。能够改一些水。水改一些哈。好。你喊烫水母，喊个起款哦。冇問題啦。好香哦，好香哦。好。那應該差唔多了。那你來兜酸嘍。好，可以上菜嘍。現場馬上開始兜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有試試看哪鐵罐，咱有卡米西卡站的嘞。好亮吹呢，其實我真嘅我弄也還知道蛋味。我覺得今天組合出來的菜色，那就是講做得掉出來買嘅嗰種菜色。串燙出來，嘟好兩組咪係串燙嘅調價。好來試試看你風吹用那個天貝肉落去放鐵頭做個麻婆料理。味道當好。發酵誒，用起就出來吼是讓日版的。我覺得它天貝沒處理都當好。用白人講呢，因為就像剛博謙講，天貝你會切到按細塊，可是按用章會都好。對，因為講也可以按你天貝吼，而且按你油吼較好黏味啦。唔好講食藥無鹹無香，個也放鐵頭吼，你們兩個人都放鐵咩？對，所以你人太長咩？放鐵係咪青苔？不種係都堅持哦，維持原形。所以唔得老放啲切鐵。對，做對。咁你冇斬頭呢？冇斬頭呢？係。阿珍去到咧？一號色。一號色哦。某用豆做在安永豆。對，你們有吃過天貝嗎？沒有，冇試過。你們吃干貝嗎？干貝。那比較高級一點。好，呢個冷脆兩片哦，行下厲害，來，試看兩套塔香嘅豬里脊。咩動向誒？我家下最少你係問佢，就里脊會響落麼？佢講唔會，啱住辦。燕藕雞知道咧？所以起來安尼唔可以講清油。蠻爽，唔會動油，我是香香料。好啊，我是上怕燕藕雞，怕見眾都忙是懂豬，因為佢兩盤全部是鏘鏘。哎呀，我這條花盆啊，謝謝。因為全部做懂好食。係。哦，話冷水嘅兩位阿姐哦，而家都講一下。好吃。我覺得美蘭姐應該想會發表嘛，該。冇啊。那你準備好接受評分了嗎？可以。確定。
赢了不能太穷哦。哦，好 OK 哦。本届分数较高的。好，等下师傅有没有评分呢？给你看。今中了都带师傅的上班很用班呢，先来请你啊，这刘师傅抢分数。好，恭喜一分，大哥观察小戴师傅抢分数。浪水一分，奖球。哦，小戴师傅刚有溜溜一些词语哈，来，这刘师傅先公平。做法拢做落以后，南水也慢慢做得动好，但是我要选风水，因为风水又加一只动特别的厨房，暗顶也就有10度嘛哈。佢嘅葱嘅标上去以後，佢係要用嘅花椒油同手來沖下去，我說都唔適合於麻香，再後尾再有辣。所以我選擇風水，謝謝。兩腿其實做全動好，梅頭全有出來，不過那個感覺該麻嘅梅頭都得拍重點，因為佢塔香梅頭動重，所以主角嘅梅頭紅隊比較少一點。啊，因為有陣時候真嘅喺那小細節當中哦，就是真嘅是有師傅讓你溜溜調整一下，就會較好的喂。不過鐵觀音甚至應該做動都好，因為兩組都可以得到1分。馬上來看一下啊，真有師傅今日帶來乜嘅？誒，唐講係一個季節寒天嘅料理哦。師傅出台菜。好。今日呢，揾到係這兩師傅來做料理，剛剛頭前有講到，這是季節限定的哦。菜名係乜嘅？今日要做係乳酪培根草莓卷。哇！聽到草莓先尖叫。哇！好嘞，有人試過唔錯。主要今日做嘅食材係呀乳酪、草莓培根，也沒呀乳酪，草莓培根，嗰呀冬粉，冬粉等下要做沙琪瑪。哦。夾帶下，係等我也會用鉗嚟嚟鉗起來一件一件的插起來，像糖葫蘆一樣哎。我應該出書了吧？對，應該有按說要出書。對啊。兩年應該會出書，然後再來呀就係白芝麻，啊呀係種特別呀日本人以為日本進口的抹茶蜜，有人可以試哈。好。呀培根先對半切哈。一堆一堆來不用下一節哈，唔是不用麻油哈。啊，這邊呢，等下油溫辣以後啊，炸冬粉。有問題我講哦，炸破冬粉嘿。我們凍好起有，等下培根鹹味，啊草莓，還有蔥。對啊。甜甜不是最好朋友嗎？然後來要抹茶蜜，長到吃婆的湯頭哈。我好邊緣。哦，真的給大開眼界。哇塞！哇塞！哎，需要幫忙嗎？可以啊。哦，他剛剛唔記得入培根呢，他開始焦點就看到要吃婆的湯頭哈。真的。按照清小啊，哈。真的，早餐就可以上桌了。醬油給我一點。還有油。哇！哦，貴件的就問啊。一點點的一些糖。培根同埋個加頭油咧。這麼小，醬油，它唔會完全只有甜。哎呀，對，只有甜分那一塊，也要白芝麻不要放啊。冬粉不要太大。它甜點真的很好吃哎。香港嘅睇家摸上到誒，有溫不夠。麻辣哦，有溫。哇，哦，把草莓包起來。對。然後用那個抹茶蜜來做給它釀醒。對哦。這個抹茶蜜有去哪片賣啊？大創就有了。大創哦。大創哦。而且師傅都永遠找得到哎哈。很忙啊。也得有啦有啦。上洗哦。哎，為什麼？有了。發了。哦。可以。哇，你就會成功。就是要這種效果嗎？就是要這種成功。然後冬粉炸好以後，然後來添油來，添落去鴉片啊，再來炒。要做焦糖嗎？美蘭姐看不懂哈。美蘭姐，給你站這裡，真的可以。哎，順條凍好誒。沒關係。還沒你調太卡蜜哈。美蘭姐，我起點忙啊，我們認真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。多謝。還是你不願意離開？小戴師傅，不會啦。讓他不用抹茶蜜哈。來，那你看，有寬怎麼？哎，等下剛剛這個炒糖的時間有不用抹茶？抹茶蜜老糖不用老皮的，哎呀哎呀。哎，所以蜂蜜可以拿來炒哦。可以，蜂蜜。哦，真的師傅真的很用心啦，給師傅一個掌聲。這一定要。你打的
你静静打。真的，今天要上节目，也买新衫本家去出走。你还你买的啊？这是造型师。哎，所以蜂蜜可以拿来炒哦。可以，蜂蜜。哦。看它搅搅的。它就应该用做吼，也喺加是加嘅葡萄干落去要做得冇？没做得，也还冰的迄三道。你们迄没好食葡萄干。没做得。哦。哎，好厉害哦！哦。所以就像个沙琪玛一样诶。哦。我认真想问，你怎么想得到的？好特殊。因为摔摸的时间就放去了就煮诶。真的日常料理。我真的强烈号召全台湾的社区亲基起上口，因为基里还自优自信。而且重点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大开眼界。是不一定每个客家师傅会做的。哎，呀，就会来装啊，因为其他我腌起来，好，比如像个糖葫芦一样的，大家都可以炒，可是硬的，它来组装的哈。你那边大牌 V 料送节目都会想一整个礼拜，啊，不得能摔唔得。你看他，真的师傅真的很用心，来给师傅一个掌声。一定要，你打灯，你静静打灯。真的。我做嘛该热天外用那个乳酪嘞，乳酪它本身可以化解那个猪肉的油腻。哦。最后的画龙点睛哈。你真的是锦上添花呢，虾卵跟乳酪我有感吗？说的呢。答案是靠那就低，很漂亮哎，很精致，像电影一样。好来，里面乳酪、培根、草莓卷。安牛最后些喽。料理呢，正经本台下看到用心肝卜卜白啊，心肝又挖挖开。这道料理真的很适合大家学起来。现在白色情人节又会到位，有没有？好，马上来品尝看啊，然后都另外一个米西啊，哦，同粉安尼，很熟哦。那乳酪到草莓我会用下法，或者也装在嘴巴里边。我觉得鱼现在就会是草莓的 cheesecake。姐姐吃用版。我讲加底部有加个海苔片哈。真的画龙点睛的效果呢。那咸甜底部有些安尼含熟的呢哈。对。所以叫做浓厚色。浓厚色。一下就是香香的。哎，真给抹流班西的。抹流班西。对咯。真经好吃了哈。好吃，然后爽口。再加上配上那个草莓，又甜甜蜜蜜的，好吃。其他心中是做心中，基本做的表现呢。专业的帮我来讲一下，小戴师傅，只有志龙师傅可以超越阿芳。我完全挑战你啊！我跟你说，是做节目效果。真的，哎，这一集的我们那个脸书贴文就做他讲这些话的 GIF。应援团。谢谢小戴师傅在我旁边帮我协助了，一路走来有他的扶持会。你们两个为什么要脸？我感到有点掉眼泪。这是公开告白。公开的哦。小戴师傅刚才出现一个表情，好变得好奇怪的一道菜哦。好，阿不过呢，头前一毕业，马上来进行最杯米馆嘅挑战。料理大斗心，大家顾客都有算係自家嘅好面試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士咯！最杯米館呢，當然表起來咯，看到拿出乜嘅殺手鐧。來看一下風吹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又係乜嘅？是個滷嘅鹹菜。哦，家嘅係去年呢？冇今年呢？今年呢？係鮮鹹菜。哦，這樣嚟看一下。係啊。哦。我睇到人家糖下嗰種清香誒，來看一下。那就是循着這個味道做的轉豆腐卡哦。上次黑狗有冇迷路的時候，來看一下，就聞那個小狗不是也是嗎？聞一聞。你們是不是住苗栗市中華路？對，你就會念那個鋪出來米頭轉豆腐卡。2段吧。
所以为什么客家人养的狗不会走丢？就是因为我们家床底下都有藏。哦，对，好嘞，做好了。啊，今日用呀嘅帶來嘅水杯麵館菜名係乜嘅？客家潘朵拉，潘朵拉。啊，客家潘朵拉，好哦。那水杯麵館咯，大家真嘅要編起來咯。哦，面子問題啦，哈。哦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來看下咱這裡片，今日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？這個曬嘅羅佩斯，嘿，對，它應該冇曬凍球哦，對不對？對，對，嘿，就這個曬，今年這樣曬嘅，嘿，對，不算就新鮮的，好，今日跌破眼鏡嘅料理要做嘅菜名按到。黃金羅佩斯腱，黃金，嘿，對，下重本哦，對，好，這個蘿蔔絲卷哦，水母一罐的哈，台上的哦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好，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再開始咯！哇，今日漢堡哦，大家吃到很多大誒。你喜歡買東西啊？那個滷肉超好吃的啊，真嘅。你也想打包它了，對不對？不是，我在想說真的，那另外一半呢？也不辣啦，你看。真嘅濃厚食。你有預期到這個效果嗎？沒有預期到。想不到吧？我們第3關還在討論第2關。太好吃了。哇，早上在看風水。悠悠煙頭，你剛才講怎麼了？我這次有發聲哈。海陸大餐，對呀，海陸大餐。要哪啲食材都小解一下。哦，要吼，要食材，要啲食材地方有鹹菜甲秘密武器，嗰日嘅狗肉，嗰日嘅台灣鯛魚片，嗰日嘅用誒。哇，就上到講吼，啊做出個無窮樣嘅食材吼。試看變創意料理，對，變創意料理嘿。動創。啊，我要係結合客家吼，客家含出客家元素嘛，嗰日用日嘅吐司，嗰個起司吼，就客家元素裡邊融入日嘅西方嘅安尼後面啊。東西合併。但是我覺得有個問題很關鍵，就係潘朵拉機係只盒的，頂下係做啲大塊類也大5塊類。我切開到加人哋，因為我要係。當個用嘅起司哈，攞佢簡單嘅。哦，有冇合作有一些像嘅人家台南嘅棺材板？啊，對，其實哈，我原來上嘅係台南嘅棺材板，哈，啊，我就想講用嘅鹹菜嚟作為一元素，然後再結合一可以米湯。哦，喺呢隻我都真好。好。誒，這是什麼？好來，當種炒盤呢？係漢卵麼？這是板瓜嗎？這個已經羅佩西，嘿，羅佩西鹹炒，老媽板瓜，南瓜，有鹹辣，也有鹹蛋，有，加鹹蛋黃，哎，然後講，你啊吼，一個米人自動下架新票，係啊，而家我上節目也賣新產品加新服裝，你係你買嘅啊？公司嚟啊，都好款嘅。韓國，我搭配牛仔褲哦，所以他們今天的 dress code 就是造型師，我中意了嘛。可以，好啊，可以，你係開始爆咧，可以這個決定呢。但是你們裡面完全冇挑梅嘛？有，我們有加一些胡椒粉啊，然後肉我們有先抓過以後來肉末才放下去，跟蘿蔔絲一起爆炒，對，然後加鹹蛋黃一起爆炒，然後利用筍塊，該不會係人家姓 Q？對，我們要先包。就我們一起研究，那像芋圓小吃，它也有做那種金瓜南，金沙南瓜也很好吃。對，它就是那種搭配下去，我們就想說加點鹹蛋黃下去，把它提味出來。羅佩西嘛，對，秘密武器羅佩西，然後再加進去一起爆炒，就會很香，這樣子。哦，哎呦，糖果哦。對，糖果，我們把它包成糖果心。哎呀，冇混水哦，本身就有水分，對，本身有水分就說對。你看新 Q 老乾牛，花牛真的是太好了。沒有，因為婆婆也是很好的人，也很疼媳婦啊，對，懂相，把我們當自己的女兒看，對啊。
所以你要差不多会做几多只？16只。16只。哦，22只。对，这个比龙哥大方。好了，他等要炸。对，我们要炸。我们先过去，我们等一下给他炸了以后，我们要炸。加锅都蒸了。对。哇！好美丽哦。可以了嘞。嗰啲馅料做乜嘅去水？因为按水。哦，唔係，等下還冇勾芡，我留幾個鹹脆先煮出來。哦。嘿，我們來聊聊月兒餃吧。他這一集唯一沒有發生的。對啊，懂英文呢。阿坤，你在那默默的貴婦。哎呦，黑默默的貴婦。你平常是有煮菜哦。你喊過來搞我講哎。都細位啦，還是都要黑色。婆婆年輕的時候是做車長，仲厲害。老實說，是不是這樣被拔走的？對，這樣就對。先生是列車長嗎？不是，他以前坐車，老師。坐車認識的。但瓜路配西路在喊亂。呀，幾多年頭俺忙是這個總站的喂。都細位啦。還是都要黑色，都是。容易差唔多注意到。哦，廿歲年紀睇啊？32歲咯。哦，32歲。係啊。你平常廿4號係嘛？4號啊。嗯。老姊妹出去了啊，去嗌小玲姐大追姑啊。哦。我嗌到對流浪動物懂嘅啦。哦。咩位啊？流浪貓啦。我還沒有熊咩位哦。係啊，我嗌到青島。真勁哦！我發現吼，你呢個狗肉吼，甲配肉的比例下多哦。等下10 kg 會 QQ 哦。這裡下加嘅係，等一下那個，抱歉嘛，還有那個已經好了，等一下。所以你的勾芡，我們可以用起司來做。哎，沒有，我起司我剛才已經弄到那個琉璃芡了，現在已經有弄琉璃芡下去了。哎呀，我先撩起來哈。聊起來，我太笨了，太雜個盤了，知道？對啦。唔過你都有23芒種度呢。誒，我用加下順風嘅就有誒。哦。種鐵片，還有起司還蠻表。而且係啊，上出來。你用鹹菜凍燒特別開散吧？凍燒。對啊。哦。看看，安尼落去。用到蛋糕誒。哦。用到蛋糕。好像奶酥哦。對，然後呢？沖披薩啦。哦，類似不過就起司啦，跟大家都要自燒吧。對。不好誒，其他不用落去就自燒都好誒。他現在要那個，哇，太細沒煮好哦。你還不看，你用回去按到供給啊？哎，這樣危險。還沒有封好，怎麼就開？還沒裝好，還沒有，他是要裝起來。來，我們來，你來幫我。你不要對着他。哦，師傅咧程序啊，應該切加咗。師傅讓他走後來哦，師傅讓他走。露面。哎，要大概怎樣？你跟師傅露。好。哇，對呀，你看，很難控制的。等一下，然後再加一點糖粉下去。哦。耶，撲手。哦，也哈，我就老一個。好，我們先過去哦。好，來，我鋪便屑誒。鋪便屑。誒，該片又鋪好誒，做啲醬來看一下麼？哇，好漂亮哦！啲冇薄誒，誒都好看誒。農村黃金條誒，而家冇薄好呢。唔怕啦，唔散到咩？所以等一下我又醬也係蛋上去。胡椒鹽，因為這是炸的，炸的那個餛飩，所以我們就用胡椒鹽。所以你要泡菜啊，人家老公又給你們一點靈感嗎？不卡又做過試過啊？有試做，1 2年的有啦，有去卡試做是有自己試做看看，先看好不好吃，先自己鑑定一下。那香港今日兩主實踐做過。我係想要按橋，然後我公用啊攏冇吃做的，真的，兩個都吃得做的。哇，梅蘭娜姐，你本來第幾個安徽煮嗎？哦。你就懂不？你後生嘅師姐你係做埋條路啊？婆婆年輕的時候是做車長小姐。老實說，是不是這樣被拔走的？對，先生是列車長嗎？不是，他以前坐車，老師。坐車認識。好彩各位先生。我買票不去插座。哇，好浪漫哦。所以你要便雪，等一下我
回炸吗？要，我要肥炸一下。对，好，在这边。慢慢的来，有声音哦。哦。喺冇記，我繼續按你地鋪，唔會數。對，因為它裡面有鹹它卵磷脂它出來就我見最油的呢，這個來啊，對，輕輕的倒你，輕輕的倒你，越輕倒，它的卵磷脂就越會留在上面。啊。那要再一次嗎？要，我們要再炸一次。我說那個泡泡。要再炸一道啊。泡泡。泡泡，你等下再燎用燎為度。好。好，不過你哈。然後要拿旗子出來了。你溜得了。大轉去，等下簽名哦。又溜得了。又溜得。對，你有溫度懂得了。現在回溫炸就會熟誒。阿婆，你都強強喺度。好。哦，就。因為糖嘅สั่ง都冇同樣，老家嘅油嘅สั่ง都冇同樣。嗶嗶啵啵誒。好了，剛用風扇咩？差不多了。你多少點哈？加油。好，謝謝。現場馬上來倒數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嚟試試看下最杯麵一罐，你冇開米試卡真的哦。最杯麵一罐呢，剛剛開始有講到。用誒吼，就是說我們的蝦面子啊，古時候呢先拿出最澎湃、最有創意出來，先來吃看哪裡風吹，也跟很多客家潘朵拉，大家來吃看哪。緊緊就從披薩，莫係蝦家人嘅專屬披薩。好食咯！好食冇？自己有滿意冇？好食，仲好食，仲好食。對，來談看一下咱水兩位阿姐對風水記的評價。很特殊，很特殊喺哪？又是。用含車去做誒厚片。跟我一般在我早餐店做的那個厚片是不一樣。哎，對。對，提着白石頭按用嘅披薩。美蘭姐喜歡吃披薩嗎？可以。喜歡吃披薩的邊邊嗎？不喜歡。你下來食看吼，咱食的鴉片吼，用邊雪皮包，嗰種低維度嘅，幾賣啊？羅佩斯，還有飯掛哦，凍鐵片，叫做。我鹹辣，哦，凍澎湃。來。哎呦，飯掛羅佩斯攞啲鹹辣。呀，幾多米頭？我望試個凍針的喎。楊寶謙，你講什麼呢？我提日還有食落也是這個先本嘅醬皮都係，啲外皮哦凍素切，很厲害。冇唔錯，姐姐人家就使用版。啲擺安尼生啊羅佩斯安尼用嘅吼創意料理吼，安尼生意人咪凍酥咪凍好食，凍香。好，我哋自家咧講一下咯，幫自己拉票，等下來半數咧。多指教啦，投票。投我們這一邊，直接拉票，直接拉票，這樣比較直接，比較快。我講一點就盡量感謝一下阿兩個。對，然後還好，組織幫我們一下。點記得，非常唔知到底哪組別人哦，大家來看下師傅有冇評分哦。聽眾了，到底師傅會上白片用版呢？到底會選一個潘朵拉？也還要選一個黃金條，好，啊，這裡有師傅搶本分數。好，唔怕，你下看一下小戴師傅搶本分數。謝謝，這裡有師傅，好高興的。我先講南水那邊哈，我做人見地方有些單調社會上面是，關於可以吃用的椰酥，唔知嘛？奶酥嗰種，人家搞麵包嗰種椰酥，一些些就好落去，叫我出咗留南瓜、個鹹蛋、個小米，留一羅佩斯鉗出來，一些咧就好。我吃到人家要用菜會見到佢有特色。好，再來講風水那邊呢，基本上攏當好。但是呢，我知道呢，咩還可以本人嘅建議啦，用蘋果切一點一點幼幼嘅，去攪嗰種嘅桂，叫做肉桂粉，攪肉桂粉，好，個攪糖，
对，调好以后补到顺哈。你去炙烧时再用它炙烧。哦，有肉桂的香味，又会有桂香味，会有哦，那个糖会变成脆糖，脆皮嘅，但係食起來就唔會皺皺，對，又濕濕又脆脆，不卡有特色。阿楊啊，講嘢建議哈，謝謝。你的建議太高級了，要真的要記下來耶。我腦袋我睇你先 level up。好，你好，我腦袋師傅來公平。哪個個掠咱推嘅，該找不死，該梅頭傾過咧，該梅頭摸出來，你做啲該比例，做啲調整一下，未做啲用該日本福袋的這個皮，豆皮啊，去爆，該梅頭不會下明顯。啊，紅隊梨片含脆肉 cheese， 加起來冇違和感，那個溝動厲害，所以來不了了。這些。陳夢師傅也就建議老指頭，嗰時候你會想到，一般你想到按樣聽聽師傅嘅想法，而估到連擺盤嘅部分有創意，我咪做的是太起間呢，就拿進去做一個參考。好，兩下成績已經出來，馬上就來頒獎嘍！耶！好，今日成績已經出來嘅，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先來恭喜馮翠得到3000元嘅加菜金。恭喜恭喜！好，來看一下藍色的鴉片哦，本人動興線哦，2項哦，第1項係韓國太金不沾玉子燒鍋，還有第2項係意大利不鏽鋼砧板組。你老公又有得忙了。謝謝。哦，恭喜恭喜。好，對，新歡喜，今日很精彩，你看哦，你條網絡上你。6樣6到一下真的看夜景呢，我發現到做料理那件事情哦，真嘅唔睇起來忘記時間。唔過呢，你姐姐先來，小玲姐老太有冇分享一下你要參加新電影吧？我知道，既然人講創意嘛，我們希望讓客家文化、讓客家認識哈，然後傳播出去。你準備當遊戲，你做阿婆嘛？做阿婆咧，我就知，做阿婆啦，有阿婆心，故所以已經想到佢想破腦的哈。真嘅，那個令狗肉桂啊，算一次都可以。我啲吼，我啲要搬條路做。佢已經3年3夜冇睡好，又個搬條路做，要去過3年3夜。9年嚇，都3年3夜心累。因我知道唄，前前老太講。前啦，因為今年係第1擺啦，安尼。進來這樣攝影棚哈，咩遊戲咧緊張，咩遊戲咧緊張啦！啊，聽到啊小玲姐旁邊啊，佢冇按緊張，係啊。感覺幾人擴散，係嘛？係啊係啊。什麼意思？好，我攬出嚟鴉片哦，真緊哦，本日大家跌破眼鏡，非常厲害，一點點失之交臂，唔過冇正常，因為參加哦，然剛用強下來哦，慢慢強下來，對，起碼感想咧。當然對於安尼機會，做得同剛用強下來參加安尼節目，係啊，到大家交流一下，要可能都主廚做菜，對啊，就有冇同樣嘅感覺安尼。好，最尾係每單哪隻老大家分享今日參加嘅感想。今日啦，我哋要參加一節目，前天啊，主要冇相干哈，就下禮拜個繼續啦。哦，哇，咁講咁快哦，啊用咁樣啊，老辛苦嘅感情安好哈，每本所有觀眾朋友佢動好示範，所以我們要感謝美蘭。好，謝謝。好，10分，恭喜兩位客家感謝呢，各位參賽者帶來安針的料理嘅道車師傅。不過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係講清上愛哦，看得研究，看得幾下年的一家之主，清上嘅來啊，特別係吃做看來吧，唔是驚，你就會等等你來哦。係啊，歡迎所有朋友強下來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一家之主等你來到一特別嘅才藝表演，好好展現一下人嘅好廚藝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上來了。